那讲到西澳这2天，因为风太日来，英国是发布淹水警报，大风大雨嘛造成9万户失电，交通帕角。往赛车是半中途互树仔跌着，不幸死亡。另外，伫咧北澳的瑞典是连续2天都是零下40度的低温，嘛创下25年以来1月温度上低纪录。 天顶一直落雪，受寒流影响，瑞典的温度是愈来愈低。北部拉普兰地区初三温度到零下43.6度，从1999年以来低温的纪录。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专家表示，瑞典北部有真侪所在温度伫零下25到35度，佮对瑞典东部甲南部发布落雪加强风警报。隔壁芬兰西北部城镇伊利回耶斯卡。 拜二气温降到零下37.8度，有报员表示，部分地区这礼拜气温会比零下40度较低。首都赫尔辛基气温按算会伫0度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I think it's all about wearing the right clothes. So first of all, cover the head, and then have a scarf that you can cover your face if needed. 这摆寒流也带来落雪甲强风，扰乱规个北欧地区的交通状况。围桥被迫关起来，部分的车甲渡轮也停驶。甲北欧比起来，西欧天气虽然无遮尔寒，啊，毋过一场风暴伫当地的滚架。风暴汉克带来强风大水雨，德文郡南部海环艾克斯特机场风速到每点钟130公里，强风吹倒路树，带着一台车，或者50多岁查甫人死亡。英国有1万户停电，当局发布大水警报，真侪条主要道路因为大水关起来。 法国北部也遭大水淹去，这已经是当地3个月以来第2场的大水。Du coup, on est une deuxième fois victime des inondations suite aux crues. Donc là, on vient tout juste de se faire évacuer par les pompiers et on s'en va être logé puisque notre logement est déjà 50 cm sous l'eau et n'est plus habitable pour le moment. 德国北部部分地区也在对抗大水。 下萨克森邦正做重灾区，而且气象专家暗算当地落雨会愈严重，恐惊会互大水恶化，强风也侵袭荷兰大片的所在。南部都市爱因霍芬警方表示，这70岁查甫人妻子暗时为脚踏车顶悬摔落来，遭死亡，可能是强风造成的。公司新闻陈慧仁报。